教育部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今年呢，拢总有8个人甲2个团体来得奖。另外，这教育部嘛来举办论坛，讨论本土教育的发展，也佫有适合囡仔的教材甲教育方式。为着要鼓励对本土教育有贡献的推广者，教育部2日举办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，计共有8个人和2个团体得奖。其中一位得到贡献奖肯定的吴福训，伊投入布袋戏的传承超过50年。伊讲，家己捌经过袂使讲台语的年代，真欢喜即马台语受到重视，嘛，互伊通甲传统技艺传入校园，家囡仔讲台语、播布袋戏，嘛将本土的故事讲互学生囡仔知。我即马我嘛就推现阮这个台湾的在地故事，我甲咱在座前辈讲。咱台湾的在地故事真精彩呢，为着咱这本土拼到未拼为止啦，拼到无到为止啦，这是我的坚持另外一位得奖者柯金如，伫中山国小推动西鼓队和布袋戏团的社团发展。伊讲，学校的囡仔其实一开始台语拢无啥练懂，也毋过透过和社团的老师认真学习，即马学生唔拿布袋戏扮甲足精彩，佮摕到新北市创意戏剧比赛的特优。我就跟小朋友讲说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学啊，我们有时候就会一句一句练，然后甚至是一起。真的是一起克服困难。教育部指出，除了办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以外，这届佫特别举办本土教育的论坛，招一老师和学者做伙讨论本土教育的创新，希望会使打造浸水式的教育环境。教育其实唔是伫教室内底啦，伊应该是一种生活，所以咱透过一寡沉浸式的教语言学习环境，就是讲咱会当带囡仔去教材的现场，去踏查、去了解、去看。教育部指出，透过这届论坛的交流，希望未来教育现场会使有更加适合囡仔的教育方法，让因对本土语言产生兴趣，愿意主动去学习，才会当互本土语言永久传承。记者桂宗林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